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我係阿明哥劉浩明，歡迎收看福起來。我哋今日也講一個特別嘅單元，按到運動教育。運動唔單止可以健康身體，其實亦咪可以提供一個心智嘅一種建議嘅程度。我哋今日有倡導嘅一個提民農推動運動教育嘅點燈樹，啊，然後顧金強顧教授來咗嚟現場。其實運動教育唔係教人哋成人嘅，而變成一個運動選手。其實最重要嘅係，我本人成人嘅有運動家嘅精神。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呢顧教授來現場。顧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民農博士協會秘書長顧金強，我係喺民農嘅6年，大家好。顧教授你好，其實我哋對人嘅生平是本來都幾有興趣啦，因為剛剛講我哋今日唔係聊乜嘅運動教育嘛，其實人家生平都可以聊一些嘅，因為我哋啲講以前嗰種係做過我哋講武術係咪黑手？當時啲喺結種畢業啲就我哋有考到我哋十大建設咧有得做嗰啲技術生，所以我哋就6年處於就去中山報道嘅，所以啲我哋意思講係蠻結種畢業就行去做武術啊咧。嗰個是哪想到去做武術呢？因為應該嚟講，我哋民農啲當時啲做農嘅啊，我有種子，所以我哋下邊有兩個露台，所以伊對我哋嘅家庭嚟講，我哋希望講太細年嘅，我哋希望出去做辦公班頭，所以當時啲我有想我本來想要考師專，後邊我想講有兩個露台，咁我想出來去考一個辦公班頭嚟做一個事情。嗰團年都差唔多幾久呀？7年咯。嗰7年咯，係因為啲我當時啲學技術啲就係以前我哋上下嚟講，伊學技術啲我就20條學技術，啱啱我要去高雄高工讀夜間部，所以3年啲都做評估嚟啲我想歸嚟中山，入中山大學之前就講歸嚟台山啲就變咗講幾多呢講原來呢技術都本人佔起嘅咩，所以我想講我做7、8年咧，加嚟讀書好啊咧。所以當時也有轉講，我想去中山頭去做呢個技術方面嘅呢個工作。其實你即係講，你即係喺辦公班頭嘛，好，你哋早晨嚟上班，啱唔啱通啊？人高雄高工嘅夜間部。咁安尼是其實一樣講咯，學業同工作一兩部分可以兩部分都做好啊。其實迄種一個經驗就講，我哋以一個後半年過來講啊，其實一個迄種都行過苦嘅生年啊。我嘛感覺其實唔能做行業條路，因為早晨頭去做細啲啊，雖然個辛苦，暗晡頭像我後生嘅人哦，應該體力幾好咩？再讀書哈，最嚟講4點鐘應該冇問題。跟沙飛嚟講吼，迄陣在唔到想去讀書，再啱啱嚟讀到大學畢業，人學歷根本冇存呀，安尼精力冇充啊，所以我感覺一個東西對後生嘅嚟講，我感覺辦公班都以目前嚟講過來人嚟講是幾好嘅呢個經驗。等於講，即個種真是冇想到個按到心思把學習地步發到講出路，把人嘅精神有一部分拿去工作。咁幾時間我想到講，愛讀係書呢？我都想講，你哋工作嘅呀，你話你繼續工作係唔好啊？對我嚟講啊，第一個當時嘅想法就是說，第一個以民農人嚟講吼，我哋想法就講，希望我哋做太來做榜樣啦。我第一想到講。我後生人反正我就是盡量讀書啊，這20頭做事，暗頭讀書，對我嚟講，雖然我哋啲按到同學離開，但我哋上過嚟40年後歸看啲嗰度以前結種畢業嘅嗬，喺度冇讀到見上同哋啲中山做事做工，我哋慢慢地讀上嚟啲啊，希望我哋做教書啦，所以一個對我哋嚟講，其實當時嘅想法就希望講，對自己嘅交代。嗰時等於講。那頭我想我講一件事情啦，好，如果其實我很大嘅地方，如果講其實跟按年長嘅時間，還是會因為講，你還把書讀嘅。對，好，也係咪應該講學年嘅教育，無論民農嘅教育本你會什麼影響？以前我哋沒有講啊，講我哋個勤耕耘讀一個精神嘅。你看爸爸媽媽安辛苦做事，剛我哋出來都會奮鬥對嗬，剛我哋一樣嘅跟讀卡跟民農，因為民農老實講，教育對我哋講。我哋咧太年啥嚟做事，對我哋細年嘅教育已經有影響咗，因為身教言教用嘅，所以爸爸媽媽也冇做壞事啊！講我哋細年嚟啦，看到人哋辛苦，但當然希望講人過強鬆一些，所以啲我個認真去學技術，所以也7年嚟地方我有考嘅16種不同嘅證照，所以我有考到甲級嘅，所以我啲個後生差唔多25歲我就拿到
全国的技能竞赛，俺做裁判，差不多都30岁做裁判长的啦。所以点俺当时来讲，从行业的技术，俺做的技术人可能无谈过，天分有谈过无？有吧，以前有看过。所以佫辛苦啊。不过俺要当讲啊，假如说世界没有焊接，就世界无法连接。哦，一个错误什么种焊接上的，像主持人演家都全部买用焊接的。贴的，嗰种啊连好了，全部要用焊的啦。操。可是你嗰時就一啲安尼嘅想法變講，其實嗰個行當初同佢我工作嘅人，你看安尼40年來以後，人生嘅機遇都完全冇用。所以一個就講經驗嘛，所以安尼做唔得講安尼用，譬如講係見做教書安尼講啊，講安尼經歷嚟講，幾個家人同我講啲啊。其實以前我韓式讀書啲啊，我同學得到全部俾媽做嘛讀書呢，我冇嚟聊下。好，所以啲啊有人上面硬係要講，對我嚟講，一個精神講面容客家人啊，冇講樂隊。應該用全部硬嘅精神嘅吼，所以我意思講，剛下來就行自家路安尼啦。所以我啲下就辛苦嘅就講，國公讀係讀國公專咩，希望我哋中山大就慢慢地讀中山大學研究所個博士班安尼啦。其實你這個讀中山大學時就係通用嘅課呢啊？材料，哦。焊接其實同材料相關嘅吼，伊個有幾多經有幾多科技材料、納米材料啦、AI，一個全部嘛可以結合這材料在一起啊。咁你話佢有幾我講到，話佢特別都講，人家講我讀上去啊，其實對讀書一件事情係有興趣嘅，譬如講碩士啦、博士啦，其實以後嚟做係研究，都是這樣。我想到講，佢對研究一件事情我係有興趣咯。就是你啊，問的問題真係嗰度觀眾真係，我感覺一個喺講冇人談嘅規劃，我感覺係有技術嚟在嚟做研究所啊哈。你看我所做嘅研究嘅資料全部我自己係驗出來嘅嗬，我要做鐳射，要做電子數分接啲啊，一個數據，一個全部 data 全部我嘅東西，所以我講出來嗬，就講實際嘅同我哋做嘅理論嚟講啊，全部都符合啲啊，一個論文就佢教育本人接收到嘅。所以我也幾順利啊，差唔多，我係忙做服務的之前，我也差唔多20年我就做100篇的論文嘅。所以一個對我嚟講，我自己要對我自己講，我做技術嘅方面，我有一個對一個有個交代嘅呢。等於如果比起嗰種完全都讀書讀到太嘅，而讀材料嘅，其實你這個以前都有基礎嘅。好，尤其係講啊，實際做行來嘅時候，大概可能冇幾個人。係樣嘅料，係樣嘅東西呢。然後對嗰種材料認識啦，嗰種界面嘅嗰種認識，其實你這個唔係樣讀出來嘅。所以我就所都嚟講咧，喺度家庭喺度目前唔多想去讀書嘅生意咧，其實你行技術啦嗬，行出嚟可能有個機會搶眼嘅。所以一個對我哋嚟講，一個技術方面就唔要，我差唔多各位講，有技術咧就有自信心，有自信心啲啊，唔好講唔學啲大咩。所以一個東西其實都是一個環環相扣的問題出來了。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一開始可能完事嘅時間，有啲人都真係過會讀書，有啲人真係就冇辦法讀書，唔係講硬哦，伊可能伊喺心智都過慢地去轉變出來。差唔多伊啲長途嘅時間，伊即刻都想到講，哎呀理論嘅部分咯。理論部分就會讀書啊。係啊，你開始你讀書，你想我哋告訴人家行嘅路樣嘅呀，你先基礎，我哋技術咧地方打好以後，後來開再用理論去驗證嘅時，其實都行嘅都幾夾嘅。但真係地講，其實後來為的最重要嘅推手，從冇，以前都冇可能講你。一個推手嚟講啦嚇，跟他緊要分享就講，以前我閒時都係就做讀公咩嚇，我係公出嚟，我哋規作品估到一總算啲啊。我上啲我要上我哋讀書咩，我要考到中工同中山大學，希望我哋中山大學咩，我哋中山大學認識我食嘅啦，我食啲啊，大學讀畢業啊本咱嘅書籍編去做呢欣賞，啲啊伊嘅講嘅啲啊，其實我哋而家交往半年，伊咁講係講，唔知人講幾好答案，幾有答案咧，啲係樣嗰種個畢業，嗰種工作咧同2年成嘅啦，伊大學畢業，當時嘅環境大學畢業。給啲睇下幾塊口咩？差唔多你30年出了一天有條路。所以係啊，一般嚟講，可能以後啲人個咁樣加本係好啲人帶啊，講唔該要人講膽識咩？係啊，所以喺本人嘅過程裏邊，其實2-3個人有一個默契啦，就
反正俺中山就算安尼，安尼又过做结婚啦，俺24岁又结婚的啦，所以结婚过场之后，俺就开始有家庭底下就读书咩，就读，所以俺就考研究所读博士班啦，有4年又出来。啊，另外俺讲的就讲，一个好处就讲，俺咁勇于尝试啦。俺在中山底下，因为俺以前很迷农咩，韩式底下都打排球，打排球底下俺喺中山底下全部都乐队学员，好内部啦、迷农啦，好从资全部学员就打排球就变成一个俺哋咧，最好嘅融合一个那种地方。啊，俺有排球底下，俺在中山头其实嚟播多1礼拜，因俺哋有比赛打排球，一打。排5粒就要3粒3公尺的啊！原来呢，体育室的主任很爱做中山头的排球的教练，所以我体育做欣赏，还在做有一个学生的身份去做欣赏，还冇想到，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意思讲，其实做技术打球的，到最尾简单的事情做久你就专家。好，我有讲一个呢例子跟大家讲一下。不是，其实吼啊，头头你讲我都讲，其实也要抚养啊，好你家太太啊，唔单止讲也要勇气过胎呢，其实也人讲过吼，伊个人都看到讲，哎，也害怕一定有出的。所以我嘛有个感谢个讲明20年前都要拿到因为技术的有拿到一个10大杰出青年嘛，伊讲对他访问来讲，还没想到来讲，我最感谢的就是我的太太了，好，所以对下他伊咁年讲过烟咩咯？我甲伊讲咩？你找到一个绩优股安尼啦。佢当初拿到嘅10大杰出青年，伊希望嘅人也係會俾你推薦到10大杰出青年嘅。因為我跟主持人嚟講，回溯講我以前喺中山底下做人做技術咩，我有好多有靠到我有16種嘅執照咩吼，啊我後尾又在讀研究所，還有論文。嚟跟別人嚟比點，可能他跟你有學歷咧，像有學歷冇技術，有技術咧冇學歷。我哋講就你講學術跟那講技術是雙數在一起，所以我去本學講推薦出一啲吼，就體系就超過，所以可能跟他跟你冇想到，我出去啲我會做呢技能競賽裁判長啦，啲條全級咧呢一方面咧，我會從事一個，所以一個涉獵出來就加下依啲就技術。有機會拿到嘅啦，我算美農第2拿到10大傑出青年，第一呢林雄呢做我哋呢主委啦，呢農委會主委。伊在萬世做過無數嘅生意呢，後來得到10大傑出青年。咁也要將對伊來講有幫個轉變冇？休息一下，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顧金瓊顧教授，伊同我哋講，伊萬世係做過武術，但是後來拿到10大傑出青年。我想問一下，我哋顧教授吼，拿到10大傑出青年，歸去故鄉應該他講嘢會見學咯吧？應該未變一個責任樣嘅，你我講咯，因為啲人有個種扎吼，有甲講。顧金瓊唔鼓勵天數啊！伊講今年儂嗰度石頭更嚴重啦，個調查更嚴重啲。伊講連全部人走出去嘅，唔鼓勵天數嚇。所以當時啲阿邊人嚟講下，這樣係後尾來接嚟我哋美農一個成立嘅美農博士學人協會啊。當時我哋咧第2嘅秘書長嘟嘟去接國科會嘅副主委，所以變成伊很愛來接一個嚟講秘書長，所以一接下來啲啊接咗17年。幾時間差唔多到死啊？39歲，幾時拿到10大傑出青年以後，歸去啊！有條洗面，洗面。有人講那種人強人聽外面做案好，唔鼓勵天數。講唔係講好啦，意思講鼓勵關心嘛嘅啦。所以當時啲行一條路啲啊，鼓勵啲啊，我有看其實我啲有當時有5-6個學生喺啲公務員嘅演藝員，我喺家查資料，伊講其實美農啲當時石頭最嚴重。還有一個就我哋借書率，算我哋公務員倒數第2名。雖然我哋美農博士最多，結果我哋家鄉近邊咧有安尼情形出來，所以我聽到啲啊，嘛有個心情佢，人講佢沉重樣安尼。你等於講，這個幾時節環境喺個美農，你屯萬世時美農都冇同樣嘅。
完全无相同的。所以近啲董事来讲哈，闽农应该啲董事的数据来讲哈，闽农啊，在俺哋的新住民哈，新住民研究讲以前的外籍新娘嘛哈，闽农算368个乡镇里边，俺哋闽农算最高，比例最高有1152个人。所以一个生意讲出来啲，俺哋第啲闽农算俺哋新住民嗰度2代啊，嗰度咩？所以一个环境之下，所以俺哋感觉董事嚟接下嚟啲，第二俺就会推动一个教育，一定要扎根。所以俺董事的想法就讲，俺将俺学生全部带过来，刚才姑娘讲啦吼，讲新型图哦，刚才过来天数安尼吼，俺就加一点，就带俺全部学生诶，用游览车做下用诶，4个学生诶就负责个地方，9个地方就36个新人。啊，希望讲你是要新人诶4个体育生嚟个天数了，最起码俺哋想讲，新人要有人天数了，莫吼，像嗰度农村诶婚姻家。改做4、5点就将人班作嘅啊，4、5点就出去做生嘅。新年嘅模拟图，拜到礼拜寒暑假模拟图安尼啊，所以当时我就讲，刚下嚟带人嚟读书安尼。佢像吴教授唔頭都講乜嘅失托啦，吼，嗰種飆車問題，佢其實係個治安問題啊。佢嗰種因為請警察去如何啊？跟這個做教育嘅，你對用嘅方法，對那邊下屬去改變嘅情形。其實一個方法吼，當然啦，人哋底下跟警察講啊，上面失托嘅底下就警察底下就唔好本人用交保，便宜安尼講，所以你戒毒樣。最重要一樣嘢，新年嗰陣有事情做啊，吼，你就唔會想我哋做一個事情。其實上下尾本新年尾本人失托嘅意思就講，因為也閒溜冇事情做，有人看到底下就拿一個新年嚟試一下，反正唔是錢咩，試試嚟底下一失托嚴重底下，就變啦講要潛入嘅。所以一個就環環相扣，失托啲人如果潛管浴室嘅生意咧，迄種有爸爸媽媽皮嘅吼，同步唔會行一條路啊。所以一個問題更嚴重啲啊，想講，第一個讀書閱讀，第二個帶人的克服用嘅啊，要安排佢度呢科學營，所以也10多年裡邊其實係最起碼啲民農班咧500班哦，一班他們5、6年呢科學營啊，最起碼班500班以上啊。所以這個事情一做下一啲啊，生意啲個。願意做科學營啲就想到講，我做一個東西哦，什麼流體力學啦，乜個物理化學，如果我以後來做科學家，所以新人的夢想很快都會，因為你做到乜個，你就會想到做乜個呢？你的夢想是什麼呢？所以用一個方式對人嚟講，可能就減緩他去做壞事的事情。其實真係做農事吼，其實係個幾長嘅一個工作，有時早晨3、4點落雨落雨了，愛飆水，愛濕田，吼，然後暗時過暗能過來，尤其係開始要開割毛嘅時節，其實真係幾忙啊！像我哋以前辦事嘅時節，我哋同學差唔多我哋下課嘛，差唔多4、5點過去，不用學過去嘅，落去嗰天時我把弟弟妹妹帶過去提洗身，因為爸爸媽媽完全冇喊。但是你看，總統都講到，一個生意呢可能過太細嘅時節，每日一想啊去。有可能會失托，可能每開始唔係這個上去嘅，但是有念頭以後一路做唔出來。人講有念頭上去嘅，迄失從去嘅，我改都改唔到，90%都改唔起嚟。所以一個董事就希望講，一個失托嘅不願讀書，安尼有個閱讀種子獎嘅意思就係咩？還有獎學金，如果過苦嘅，安尼盡量加以錢去讀書咩吼？一個都有種到，按有考到這位吼，還有本錢本，考到以後也有本錢本，迄陣都打網球打唔會差，安尼有本嘢，所以一個安尼有7種嘅呢獎學金本嘢，所以對新人嚟講，可是教育嚟講一個吼，一個就會對人嚟講扎根嘅吼，就因為學嗰個東西要全部要講學法嘅，所以當時係嘅策略就安尼一系列行下來吼，對新人嚟講，也今年係唐人嚟講安尼，失托嘅已經。講幾多誒？故事等於講，一開始嘅時節都已經有想好講，其實唔可能面對問題，治安係的問題，並且都並冇多嘅，冇得飆車哦，佢係治安，佢係法律方面問題。但是以前開始以前，你都先係懂得用無同樣嘅興趣、無同樣嘅運動、無同樣嘅方法，去把一定對嗰種事情嘅嗰種興趣去轉過來。好。人家講合理的行到一個個正確嘅路方案嚟去，佢當初都我有按到嘅經費，冇講有按到嘅心思去想做呢啲事情。迄一個經費嚟講啊，當時係上17年啲啊，當時我哋想法就係先做咩，做嘅吼，其實係闽農人，係安尼講，真是
隔壁嘅岐山人全部讲，恁闽南人都奖学金了。可是也个算你的民风用诶，俺做一个事情做1-2年底啊，吼，俺开始当然跟公家机关申请钱嘛，吼，开始做1-2年底啊，吼，俺哋上人可能俺做嘛事情，其实俺还要带俺学生嘅闽南天数做事情，有你会打电话说，古老师买某刘孝明董事长的要给20万本，我常常听到一个故事哈，所以我感觉俺哋闽南人对教育哈。所以后尾俺哋也7-8種嘅教育，全部俺哋闽南當地嘅人來自己出錢嘅，所以我感覺應該是有可能俺哋嚟做啦。所以也今年俺哋做下來，俺哋每年像俺也獎學金係一年差唔多分300萬嘅，用300萬嘅。就是闽南嗰邊學最多獎學金啦，這個喺6隊啊，喺度提過闽南最多獎學金。但是我哋嘛提講，其實闽南人啊，真係如果唔會講數人啦，但是你最少你萬人出頭第一件事情，好，你有啲人出頭第一，其實後尾人他看人路，我提講我哋嚟停車，我哋做好事，但是行人可能如果含蓄一些，你唔想講，我前日帶你出頭，就像好多人嘅古教書講嘅，你帶你出頭以後，其實想我做一件事情嘅人幾多，但是一看到有人出頭，我哋提講，剛才你幾乎，我哋幾乎啲獎學金。其實對一種人嚟講，本來想心底部都想要做一件事情嘅，但是因為人家出頭，唔帶領他講要做一件事情，佢想幾萬個呀，或者嘅闽南嘅棒球嘅什麼樣幾百，係咪買一種安尼情形？啲當時啲啊，帶我學生嘅去，我哋要克服咪吼，所以我哋舊嘅小學嘅學生嘅全部寒暑假啲就過好打球，因為現在就好打球嘅，打球啲就全部打樂棒球，而家講，我學生也講啲，還有前徐成明，我哋闽南啲有個總教練徐成明咪講，成明。闽南嗰度些年不要打球咧，想要打棒球咧，用真的咩？啊，有一擺都家己嘅啲啊，有曾紀元過身嘅個紀念日啲啊，我兩三好好談一下，談嘅2點鐘後啲啊，就講9點前前，我哋木看，我兩三就分頭去哈，就我哋成立一個叫美濃少棒10年培育計劃，就500萬，所以一年用50萬，因為今年呢教育就差唔多510萬本些年嚟打球嘅咩，所以講我哋用家用嘅年。因為嚟運作嚟看下做啲乜，事實面講我哋面子有喇叭滿咧，講我哋以目前量啊，就我哋博協會嘅理監事嗰條，就2萬3萬，我哋目前到22萬啲啊，要加，還有請我哋顧問，我哋呢個張吉安張顧問嚇，佢講總裁唔見100萬好冇？我哋當時講1年10萬就唔係100萬，係100萬對我壓力過大，我要簽兩年已經50萬一個。100萬，所以人哋對我就180萬啲啊，咁我就你講晒一定出去，差唔多冇2-3年就586萬就冇好啦，咁我就計當下來唔會再加嘢，因為我當時嘅想法講，我一年做50萬，做到2年3年喺度做冇啊，唔是在減錢，我就冇嗌你壓力，喺度做到好就一直在做下去。所以當時嘅呢，闽南少棒10年計劃就安尼下來，所以也可以感謝當時嘅鄉親。我哋也10年，佢做8年咧，我哋目前闽南大概43年咧，我哋得到40少棒從搶少棒嘅結束哦。好，所以表示人他個當時會支持我哋行業條路，最起碼我哋今明年吼有100個新人嚟打球啲啊，我相信也100歲嘅話就唔會失托，唔會調查。好，所以我哋當時就想我講。第二個棒球的本身社會高，叫快樂打球，打球快樂，我哋看球嘛會愉快啊。其實講到棒球啊，我哋一聽嚟講，我哋南部嘅客人哈，真係對我哋台灣嘅棒球啊，真的是不遺餘力，好嘛？我哋貢獻幾多咧？像頭先我哋咧，古教授講啊，我哋闽南嘅起身名，我哋6隊都有曾紀恩啊，什麼看我哋，像我哋米埔嘅話，有啲米埔總行佢出了一道嘅國術，係什麼？其實我哋我講台灣嘅棒球史啊，我哋6隊啊。絕對是可以從業為一個地方啦。其實我闽南嘛，嗰度嘅棒球隊啊，係啊。這幫體嘅人出嚟球蠻人對冇？鍾運聰闽南人，這幫體嘅嘛個啊，總冠軍嘅教練宋漢勳啊，相當闽南人。所以6隊真係佢哋徐成明本來以前是最多勝嘅總教練，根本馮一中破掉了沒有？我當時嗰種前幾年啲啊，遺憾係我哋。在台灣在職棒比賽算夠有名嘅呢，雖然6隊其實棒球李瑞麟嘛幾好啊，係啊，所以也個全部曾紀元的全部我哋呢6隊嘅職工啊。
还有一点热血主播的徐展元，我真的好想赢韩国嘅呀，基本上的米农赢啦。可是其实唔单是讲我哋睇米农睇6隊啦，哈，其實我哋棒球嘅時節都我哋細人嘛，佢都從頭都嚟練棒球嘅一件事情。凡是在打棒球嘅，無論講平常閒嘅時都細人打棒球嘅，你真的都唔會想要做一件事情。咁從咱哋培養10年嘅一個基本地步，而家做8年，你這個感覺到講改變挺大啊。改變佢度啊，意思應該唔台式啲啊，佢重要啊，同時生命可能因為我哋要讀實數啦，當時我哋去改變咗，我先唔讀數啲啊，我數安尼乜嘅社會嗬，樣做到嚟打球嘅，所以我哋第標榜嘅意思講你要雲文雲武啦，所以我要讀數，樣做到嚟打球嘅啦，所以我哋啲第標4年嘅成績幾好，所以我哋社會嘅小幫啲第標嗬，到最尾我哋今年練比。伊練小棒練到極重啲啊，長小棒啲啊，係咧吼，還要考到上重有24分咧，還打棒球還有拿結束哦，又還有做考到上重跟上重安尼前幾年咧，所以我感覺在你的那個想法可能用誒，就講迄陣都上我本身嘅，就按韓式用誒，按睇你用誒做朋友嘛，按以前按就講按做朋友用誒，跟社會都有時間，然後將員工按韓式做乜嘅按打球誒。所以我哋當時也會時常會帶人去韓國比賽啦、日本比賽啊，所以現在呢就有個世界觀就不一樣了。運動員教細人呢，唔單止要教伊會打球嘅，其實嘛教伊會讀書，但是營養做到呢，休息下哦，等下啊，對我哋講，你係營養做到嘅。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顧教授同人講，伊哋唔單止教細人打球嘅，還要教細人讀書。但是我想問一下教授吼，我哋以前同我因為講，如果唔會讀書，哪去打球嘅啊？而家要係讀書，應該講伊聽得來哈。迄個感覺吼，因為我哋中山睇有教書過嘛吼，我哋喺度在選啲選手咧打球啲，我相信啲佢聰明嘅細人一樣會過厲害來學打球嘅，因為我哋家己講。也跟人講嘅心理戰術咪吼，所以我哋上下啲講啊，跟細人嚟講咪講，打球嘅其實是我哋生活的一部分。其實唔到最尾吼，一千嘅細人嚟打小棒，打到搶小棒啲啊，就出500個人嘅，打到搶棒出100個人，迄種嘅打到直棒啊，種300人嘅，講900人嘅人，沒想到做事啊，迄種冇讀書樣咯，冇競爭力啊，所以啲我就跟人講，我讀書哦，冇講像打球喲。打球嘅時候，人講以前實驗講打球大家都識咧，係，講佢真是大家都識咧哦。冇講像林書豪，就咱咧講陳偉英有冇？伊一年就5億人安尼咧台幣呢，吼。所以我跟人講好好讀書，唔叫機會就出台灣咧。都等於你講，從你這個以前半工半讀嘅嗰種經驗，其實更加容易咪講，雖然你打球嘅，但是讀書這一塊蠻冇啲標嘅的。伊兩個本來就個並進啊，人講雲文雲武咪，唔會讀書就會安尼啊，有文的有武的咪吼，所以就一個部分還是可以堅持同生命中嘅人可以堅持去做一件事啊。但是其實一件事情做好來時節啦吼，一開始有拄到阻力嘛，比如講細人你根本我都唔想讀書啊，我要通知我都係都同學校程度有差啊，咁其實能用嚟面對人嘅問題。其實細人係幾好教。因為講迄種有興趣啊，比如講我打球嘅，講我迄種日學業冇寫好，唔就唔會笨打吼，伊硬死馬該寫係，所以一個就講我哋潛移默化之下，我哋有必啊吼，所以一個部分我感覺就看我哋欣賞同我哋教練嘅信息用嘅，迄種伊冇寫係做唔要先寫樣來打球嘅，也就會感覺伊家功課寫好。會寫過講，係會寫過講，冇寫係做唔得打。你第一個唔把伊最好做嘅事情，比如我前面想伊。冇唔錯，然後如果咁，咱先把功課寫好，因為係咪係一個重要嘅部分？其實對人經驗來講，也可能更加冇辦法聽數，某個東西看唔出來。但是未來有一年，可能也好啲，如真我聽數。但是問題係訓練係按嚟訓練啊，佢比賽時節唔用我去觀察按嚟精神。因為當時啲我做時生命棒球學生協會理事長咪提議咩啦？時生命過程啲我就成立一個，當時我哋成立啲希望講。跟我哋民農嘅精神，因為都是講客家人嗰種式我哋教育咪吼，所以啲我就成立一個叫雲文雲武獎。好，雲武獎意思是講，
啊，全国的新人来比赛，讲到比赛唔怕，200-300个人入来，俺哋讲啊，讲俺哋像俺哋闽南有攀咱的作文比赛咩？讲恁小帮嗰啲马来写咩？来写啲200个人来写，刚才就录取一般的人，一般人就100个人咩？100个人就全部候选人，啊候选人迄个吼，我就讲23日答案答最多的吼，我就分5000元的奖学金，啊教练就加3000元币，啊所以也2年后开始要每个人全部来参加来写作文比赛的。可是伊连第100来参加是冇想到讲也要帮上比赛，伊话写作文。但是写作文前100名诶，叫做伊摕表现的是一个合法，伊如果有额外的一种奖金，错，哎，所以那个奖金就希望俺们相当俺的募款来出来咩啊？对那个吼，就可能是全国的首创啦。你这个特别啦。俺个意思讲，那个本来就本源教育的另外一个方式。讲来打球，其实新人来打球本身一直快乐个打球的呀。啊，来闽南了就是棉花班啊，是哑脸呐，啊来闽南了咩？啊，你就来。刚刚的闽南腔在写作文，有嘛个作文定做得啦？这个声音呢，写作文一开始写出来哈。哦，刚刚他讲能要想唔到的，其实嗰度写几好呢。老师讲，也你40分钟、50分钟，想写500字、600字全部写出来，也蛮唔理题目呢。也题目是我有讲，朝运动方面呢，哦，所以我的职棒、我的明星梦、我的什么，也可以演一下。所以对人来讲，吼，其实也后面演生意是可塑性归国啊。不是，伊迄题目是一种开放式的啦吼，但是你至少要写下作文的时候，你要语文能力啦、平常写作能力，不这个要训练。所以这个就俺跟学讲好咩？所以俺半年前比赛之前，我跟所有的参加学校讲，也个俺我有写作文哈，唔该跟人读书系面阅读，所以也个每个学校来参加，全部都抵啊。所以来参加俺的比赛，俺们没想写作文，俺还不用帮罗配的哦，俺还有抢职棒明星的跟人讲棒球高手咯，所以陈伟英啦、林子伟啦、胡金龙啊、高国庆，全部来讲俺来做俺的棒球教师的欣赏。所以俺会透过人的职棒明星跟人讲，小朋友要读书，还冇读书啊，唔追打球的。其实嗰度教练的战术哈，马上会读书的阅读之下，一样有第二个打棒球的知识啦。就等于讲，其实你这个是慢慢的在改变俺的台湾以前运动的那种对应的一种做法，因为以前俺的运动，你认为讲啊，体育生意冇读书，你打球的，啊打球的，你认为讲养民意你打球的，你认为讲功课嘅部分也可能如果不用下，但是你家在改变一样事情，改变一个系另外系改嘅，系不等俺啲新年呢应该谈过徐金木啦，吼，徐金木以前很细啲介绍到个厉害咩投变化球。都集中在抒发咩，所以我第一个宗师也点就我同徐生明意思讲，伊万国神啲俺最组织，俺哋生意来讲，伊冇受伤，好，所以俺哋底下有差不多1-2年，俺都会请一个俺哋国家俺哋亚奥运那个复健师，一个俺哋医师哈，全台湾有棒球的那地方，俺哋都该义诊。迄种生意呢有出上啲就俺哋会跟教练讲，唔好必须再打球的。所以那个方面，俺哋希望讲对棒球生意呢，希望讲也好好的身体规好，又读书读好的，都叫的哈。像大家应该伫王建民中班因为放起来，其实伊各中高中了，唔要讲最好呢，第3流、第4流的教练呢，安尼投诉呢，啊做最面用的变啊做最好，因为也数目缩少，所以做体育生涯就好好保留下来，所以变来讲伊的球技的条就对伊来讲保持住，成为没相当的意思啊。所以俺第二个同时是希望讲，我读书啊，身体保养好，你就有个一个，你该有这个本钱，就做得感人去出去比赛安尼啦。万岁做过武术，后来做过教书，后来也希望讲用运动来改变也闽南也的细细的故乡。啊，你因为个感谢俺哋在故事上来，当我哋现场同你讲按照运动的事情。感谢主持人哈，本来也个机会哈，所以我跟大家睇啲闽南做嘅事情分享给我们大家，大家希望讲对俺哋闽南有个层面的了解，感谢。今日谈到运动的事情，休息一下哦，大家听下的运动的讲什么来讲棒球，还有棒球场的事情哦。大家好，欢迎收看运通加油站，我是运通甜心阿娟妹，今日我欢喜睇叶片同大家见面。
唔知电视机头前嘅观众朋友知冇？今年係第32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要按照2020年東京奧運，為睇今年嘅7月24到8月初9，喺日本嘅東京來辦咯。睇今年嘅台灣客家莊有幾多貴有名嘅運動，仲係棒球就有幾多人貴好。有咩提示，我就會來同大家紹介棒球嘅比賽知識，跟下來去啦。棒球係一種團體球類運動，人數最少要有93人。兩個隊伍喺一個三型嘅球場上來做攻擊同守備。攻擊嘅隊伍同球打出去過後，其中1壘、2壘、3壘，再過轉到本壘就會得到1分。喺講300號球都冇打到，也係打出去嘅球，被防守嘅隊伍喺空中接到。冇就係睇守壘者接到球過後，將走到壘包後，打技術就會本人判出球。喺棒球場上加上ทั้ง多嘅用意有安打，安打就係打球嘅人同投手投出來嘅球打到建壘，天天打球嘅人至少做得安全走到1壘。喺講打到全壘打線，就按照全壘打。比賽當中，兩隊連定攻擊同防守，9球當中得分較高嘅一隊就贏嘅。喺講9球打起來，雙方分數相若，安尼就會入到延長賽。看睇今日嘅運動加油站，大家對棒球有較了解冇呢？喺我哋南部客家莊，你有幾多貴有名嘅棒球教練哦？仲係大家喺而係鐵血高頭嘅鄭基元教練，還有齊生明教練一道，你有幾多皮有學生嘅學校咖啡一道？喺個漢辦看到人哋喺打球家下，你會記得同人哋鼓勵哦。運動加油站，我哋爭來了，爭來了！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呢。今日我係謝諾夫先生來教大家步槍嘅運動。明日早上頭，我哋放起來都開始記得同我哋面利用手來，要麼請大家同我共下來做步槍運動哦。好，首先我哋同手觸臂手來，大家共下嚟做。用匕首哦，用我哋面向對當方慢慢地用落來，多用幾下，數要記得觸匕首來，用匕首，我哋身體都會變小哦。好，再來面，慢慢地。再來一擺，對當方，慢慢地，再來哦，數觸匕首來，小小，人都會健康，感唔會感冒哦。觸匕首來，數用匕首。用我面向，再來一擺，觸匕首，用我面，安尼我哋用嘅幾擺，我哋面會慢慢地收上來哦。愈來愈好嘅哦，面愈來愈小嘅哦。做下輕紅，我哋再來一擺。
哦，再来一摆哦。哦，面让你瘦瘦。哦，每個人嘅身體都會開始瘦翻來哦。哦，側邊瘦來。最尾一擺咯，側邊瘦。哦，做我相當嘅好哦，也問俺嚟數條來冇，一樣同俺嚟數，用手來對前面數下到後面哦。哦，慢慢地數會打開來。哦，再來一擺，對前面打開來，再來一擺。就會打開來，再來一擺哦，做相當嘅好，再來哈。再來，哦，所以記得打開來，再讓我哋對兩片，哦，兩片，然後挨下。慢慢地，同我哋頭腦做步徑嘅運動，哦，讓頭腦變小來。安尼老人家，如果唔會感冒哦，數戳戳啊，再來前面後面。哦，前面後面，哦，兩片來，兩片，身體都會收放來。明日早上頭安尼，放來都是先做日嘅運動哦。先好，哦，數記得提用手來哦，側邊手，一問人哋來用人哋木竹也認起呢，哦，對當空來，哦，再認起呢。啊，數用筆手來，木竹，再一擺數用筆手來，換木竹，慢慢地手放來哦。好來，戳戳啊！再來兩片，掃掃啊！哦，那就掃掃啊！數會記得搓筆手來，安尼都錯嘅，我哋再做一擺。哦，相當嘅好哦。哦，再認起呢。
數錯別手，再兩眼嚟用眼嚟屁股，數打上來，慢慢地同屁股，錯啊，等好，挨下，用屁股變手來，อันนี้รุ่มไปเสร็จพี่อ๋อ再來數錯啊，揚上來，慢啲落來，上下，再ไป錯啊，數揚空來，寬當空，慢慢落來。再ไป哦，錯啊，數揚空來，寬當空，用落來。數要記點錯啊咧，安尼數變小，身體也要變小哦，數變大。數錯啊咧，今日先老夫先生教大家落去人哋頭拿運動，面嘅運動，安尼嘅保健方式真好，人哋在專門教大家落去面向來數錯別手面，過來人哋頭拿毛，數啊，前面後面，還有兩片。做相當嘅好，還有我哋木柱嘅運動，保健，還有個壁，一提錯別手來，安尼精神真好，水面還有我哋當空落來，我哋屁股，安尼我哋每日早晨頭做下運動。老人家敢唔會感冒，根本我哋做係我哋頭拿面嘅運動保健，好好嚟向下做哦。先老夫先生根本教嘅運動，好不嘅冇，記得好好運動向下來了哦。